1918年11月11日，拍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会战总算结束，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人。由欧洲拍到全世界，这场战争，和美国代替欧洲的霸权地位，和俄罗斯走向共产国家，佫造成德国希特勒徛起，更加带下第2次世界大会战的争执。 1999年11月10日，捷运新店线全线通车，起站的新店有真侪民众伫车厢内翕相留念。通车后，新店坐到台北车头，敢若需要19分钟。淡水新店线从此变成台北新北地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一直到15年后，捷运松山线开始营运，才无遐重要。 WTO 大会主席卡尔斯推大卡拢是破声。2001年11月10日，经过12年的拍拼，咱国总算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， 日后就会使享受最惠国待遇，而且参加制定国际经贸规范，嘛扩大咱国的国际活动空间，提升国家地位。